人死去，两三人死去，为家人开就不袂去。旧壁搁减缓，行道加风搁较烦，曲下难题就不袂还。有毋是惊，有哪用惊？就算彼岸无也脚扶，脚底人行，思牵思，勇气自会来。行一步啊，较入门的。这有两个药啊，你摕咧。看到，睡。你是这些称呼啊？我想要食烧鸭。吃烧鸭。请我食烧鸭。哎，啊，迄个嘛是你的小姐。伊嘛是阮的小姐，伊叫小梅。是安怎啊？好啦。细字啦，痛出来呢。好，去吧，我看。阿斌啊，接单啦，晚上7点，叶兴 hotel。高雄红道。怎样？不想接哦？不想接就不要接呀，还挑客人。你们这几个哦，整天给我嬉皮笑脸的，也不看看人家梅英，才来几个月，客人就一堆，还给我在那边截面枪。什么截面枪啊？盖面枪啦！食甲只敢若猪咧。
莫阁生气啊啦，许老板，这么歹吼，我会惊惊呢。许老板呐，咱这间的姊妹啊，倒阵是安尼辛苦过来，美英就拄来啊，较新鲜啊，人客都爱食油的啊，这我嘛无法度嘛，对无？应嘴应气，我讲一句，你讲了百外句，恁阿妈嘞？因老母呀，你娘嘞！对哦，规喙合喙都美英长美英短。对嘛。美英若这够干吼，咱规间拢卖做，然后伊一个人干就好。哎呀，讲我做工课无尽心，我吼还袂甲教死啦，教死抢我人客。生理好就晓摆啊吼。连工个电啊。什么连工电？即摆都爱找时间甲电。进来啊，惊啥？单啦。这吼是徐老板交代要互你的单，月薪 hotel 王董。我甲你讲哦，这个王董的吼是阮阿敏啊伊的老主顾，若毋是因为阿敏啊迄来今日袂使食，这张单嘛袂留来你食。我甲你讲，你吼都要较拍拼的，好好按来阮王董的，因为王董的吼是阮阿敏啊的好人客，知无？你好，来进来，进来。要先洗澡吗？你自己来没有关系，我洗过了。啊，安尼中安尼，无你是要安怎啦？是个超级什么？只爱向前行，总袂看到天光。喂，对我。
小囡仔。迄段是毋是也连条课互我？我昨走南部，下暗才转来。要是我较早转来，做你过，我就会知影下联是条工要甲你创的。啊，有较好无？有啦，迄王当时有够夭寿的，大概拢按手才创下呢，干你啦！啊，毋是甲安排这个少年的，要做兵啊，第一届叫小姐，应该真轻松，这紧就要做。加减谈较袂散。有啊。顶摆互我迄包药仔，阁有无？我想要阁甲你讨一包，暗时食了较好困。多谢。我头上来，我头上哪呢？是。阿敏啊，好未啊？好啦好啦。创啥愈啊久？
小梅。等很久了吗？不会。你不拖时间还是照算哦。没关系啊，不急。我们之前见过面啊，你记得吗？记得。我想你应该也没什么印象。不过，我也是打听了很久，才找到你哦。是哦。阿弟，我都满意。阿弟，你喺客家人，冲。对啊。哪咩啲客家人呢？係苗栗啲客家人。嗯。铜锣。铜锣。奇怪嘅，你有冇走到人哋地方度做事啊？嗯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我啊，打咗一個天啊！冇錯啦，我難道問題後，盲佬寄上來這個。乃相胜，俺都胜又胜。你好。上过来。张耀。嗯。张耀。上上茶。你等下来去哪？講嘅啊，有咩講？来嘞。
家家哦。没事啊，来，这里谢谢，这个给你。谢谢。我来姐。哇，谢谢。阿丽姐，有你的哦。我讲哦，做咱这道的吼，唔通安尼随随便便就相信人家的好意啊，尤其是男人的。男人这种东西哦，可以碰啊，但是千万不要被粘上。我是好心，才告诉你那个玉成哈是个花心大萝卜。你困懵困卖迷茫啊啦！玉成吼踮美国替因爸爸掌管分公司，啊2个月转来一摆，啊逐遍转来拢嘛是咱家找小姐去陪伊。以前吼伊嘛是我的老主顾呢。唉，不管吼你付出偌济，人家吼都还是只是把我们当做迄骹开开你袂歹的查某啊。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无共款。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。以后哦就不要抱怨我没有提醒你。哎，谢谢啦。难问哦，我老实讲，唔是阿丽无？阿丽？系啊。唔识。真经。嗯？你其中嘛甲讲，老公都洗袂口卡。哎呦。呀，唔信啊，没错。明菜。哎，唔客咯？真经客哦？无啦。哎呦。我要看了，好吗？我相信嘛。我骗你啦！骗！该动气啊！小心来哦，小心来哦！心啊心啊！小姐，把门打开！这里面有客人，我不能打开。我叫你开门！小姐，我知道，不能打开。你知道我是谁？你还不要吃饭？开门！小姐，人呢？我问你人呢？哎，小姐，哎，东西小心。你出来！不要这。怎么在这里？要拉吗？你看没看到这里来？你怎么骗我啊？小姐，有话好好讲一下。你怎么答应我的？你当初怎么说的？不要闹嘛你！说他是谁？没有啦。你不知道他是我老公啊？你怎么拉进来啊？小姐，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啊？你为什么这样子啊？很痛哎你。好，哎，你也帮忙劝一下。他是谁？好，希特啊。你当初怎么说的？你要管他什么时候啊你？冷静一点嘛你。你说。好了。你说。好，我们要不要不然去楼下讲，好不好？你会吵到其他客人。对啊，你不要你告诉我他是谁？他不说你说。好，我告诉你嘛，这就只是外面随便玩玩的而已啊。那你玩给我看。
你完了！小姐，你有没有听到？他是玩你的！小姐，听我讲，听我讲。样子啊，像你呢？你告诉他，你是玩完的。不是嘛？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嘛？啊，柯老板咧找你，请。自爱向前行，总袂看到天光。你可知影？你即马人客拢无咧点啊，你搁做嘛无几冬啊啦，迄物件较歹食。加油！哎，唱歌声歹听，会晓唱歌就莫坐啊啦。你讲啥物话啦？啊，会晓唱歌就免讲啊啦。对啦，莫生气啦，这条歌因就较袂晓唱，啊无安尼啦，我摕一首，我算我请好无？讲啥物笑话啊？我做啉酒就甲你请啊！
你唔知我早了过你啊？讲什么笑话啊？这位大个，歹势啦，我生气，我生气啦。好啦，啊，小姐咧，哎，袂晓安尼，我行遐济所在啊。好，我知。我吼验梅啦。你验梅，你验了我对。你早了梅。我早了对，我内部专门咧整饺的啦。哟。啊，内部。你看唔听看卖？是，我内部吼是使一个大个叫骷髅啦。骷髅。是啊，你敢有？骷髅你熟悉？嘿啊。哦，啊骷髅你若有熟悉，安尼共厝内的啦。是安尼哦，原来是共厝内的啦。好啦，你莫生气啦，好无？陪我一个面子。好啦，啊，都家己的，你咧讲啊。哎，今日看要安怎？你来烦恼啦。哦。哎，啊你迄间吼先收起来啦，安尼哦。好啦。啊，叫我等下。哎，收起来，炒好啦，唔通炒唔到位啊。来啉啦，哦，来，坐。好。我敬你。好来。来，你快乐，今日欢喜倒哦。欢喜哦，好来。拜托呗，你哪里好呗？好啦。我看者，傻笑。今日真水哦吼，我真济来。靠腰啊！靠背哦。会点袂？好啦，对啦。叶梅，今日吼，家在有你伫的啦。若无迄恁送吼，真正会甲咱遮摒去呢。无啦，拢家己人啊，你伫遐客气啥啦？哎，你是阮遮的红牌呢？红牌你包点嘛无我食，是毋是？食红是无啦，啊无我甲你掠零啦。毋免啦，头家，你到底有啥物代志咧？哦对啦，我有一件代志要拜托你啦。最近哦，有几个小姐真歹处理，你知影要安怎用？原来是这啊！有我伫的，你放心。我就知影哦，你是厉害啦，哦。再拜托者哦。好来。妹妹啊，你是安怎安尼啦？来啦，你听阿姊讲啦。我甲你讲吼，你若是听我的话，我一定吼，互你穿好食好，穿甲水水，甲我同款。啊，毋过你若是无听话，像迄唱话歌的啊，安尼毋知影死活想要逃走，是讲亲像迄鸟仔喙吼要找牛尻川安尼懒惰，无想要趁食。我保证。恁祖妈吼，一定甲你炖甲金死死，照三顿，输甲你粗饱。嘿，妹，啊这烦恼敢听好台语？你讲国语即款啊？你的意思是讲我头拄讲伊拢听无？你敢真像听有迄款？妹妹啊，我刚刚说的那个，你有没有听懂？听不听得懂啦？好，我刚刚故意。我刚刚说的话的意思哈，就是说啊，如果你听我的话，我就让你吃得好、穿得好，而且像我一样漂亮。可是呢，如果你不听话，像那个唱的歌啊，这歌我完了。就像那个哦，7月半的那个鸭子，被抓去杀了，吃掉了。对啦，如果不听话的话，哈，就吃掉了。迄什么鸟嘴牛尻川，啊这句就不要像那个鸟的嘴去找那个牛屁股啦。然后吼，你刚后一句啥？什么？你若是无听话吼，恁总嘛电架青笑啊！你若是你如果不听话哦，恁祖妈就伊啊，就甲你打得绿绿的啦，绿，啊，每天给你吃很饱安尼啦。是公妈笑。
你讲啥小？什么绿吃很饱，叫你换你来乱的哟。反正就是一句话啦，给我听话。就是你如果不听我的话，你就会死得很难看。这样听懂吗？我就会把你打得半死。如果你像现在这样子不听话，我们就不给你吃东西呀。安尼你听有无啦？哈？听懂没啊？你去，听无就拍你起来啦！叫我吼，傻笑！你名，无听话吼，讲互你知啦，听无？只爱向前行，总袂看到天光。紧啦紧啦吼！像咱拍到天光。会啊，好激动啊！送我去船。知较知啦，少年人还无动头。来，再来吼。哎呦，那也要顾啦。莫吹啦吼，我白云灯好是咧爱哦。来，我来。我阿妹啊，你嘛较早出声诶，吼。来啦，我来了啦。啊，照，你食米。你懂。哦，昨天袂歹哦。哦。啥？组长啊，你吼要较耐操咧啦，钱爱趁，身体嘛爱顾啊。若无吼，要安怎做阮的门神呢？身体爱顾呢啊。安怎？阮的小姐功夫袂歹哦。哦，恁遮小姐真正水的啦，啊，阁会晓想出这招，恁哦，敢若考这招恁就得啊啦。加减谈，阮店的哦，即摆那么靠人，若无伊哦，我嘛做袂落去。组长啊，你嘛放较软，逐个较好做代志。靠的，你嘛莫遮客气。但你是趁还是了，我煞毋知。阮即区的以业就上好啦，咱毋停我要停送对无？会靠的。我看安尼啦，除了这以外，有一寡损失恐惊。吼，啊，你嘛知影，阮店的最近手头啊按啊，对无？互相小敬嘛，是毋是？无问题。啊，大家做伙谈哦，才欢喜。是啊。干，那妈规工就想要讨钱。
来，这边别投一票嘞，等于泡你，等于泡你。啥物会啦？赞的，这不能。你快点，啥咪咪啊？我冲了小三西，行，我听。阿妹，你救我！你救我啊！老桑，你提救我！你救我！阿妹，你救我！老桑，我来干啥？你干啥？我来干啥？老桑，好吧，你干啥？哈？我生气啦，我是大力嘞。伊啉酒醉啦，吼。我对伊生。那是大力嘞，今仔若不是，我讲这个小姐就炸我拍死啊！我知啦，我先叫两个小姐来。无，咱这个我这带。啊，你忙恁这啦，我带来陪你，好不好？无你来事啊？嘿，我带过来，来，阿碧。老桑，我来好吗？你来找我。嘿，我一定来。我来等你啊，好。小丽嘛。我等你啊，好。咱先来哩。好，我讲好，好。爱等我。好，快点票。姐。不要啊。你安尼哦，家己顾不行。好，先去休困，哈。娘婆的巴嘞，大家拢来咯。干。阿妹，是安那七早八早一个恁吵吵啦，哈？可是个撩的来乱对吧？对啊，头的也要安怎啦？三不五时拢来乱，咱阮的小姐吼，拢会气到，是较调啊啦。尤其是阿姊，紧想一下办法啦。对，撩的，你讲撩一下，敢捌听过？你敢毋知？就市长因表的啊，开一间会计师事务所，专帮附近的角头咧做销，大家都毋敢甲叮当啊，手头有小铺，黑的嘛有，白的嘛有，大家都毋敢甲叮当。这样酒品就歹，定去酒销就麻烦嘞。伊哦，惊某啦，我爱偷食，逐工拢穿迄运动服哦，加买慢跑，啊走来遮哦开查某。好啦，莫去啊，吼，大家拢莫去啊。勇啊，生理嘛要去神的，家己遐无规矩，才不啦。可以啊，我有时间差不多，我先来走咧。好啊，你莫打啦。好，来。好，那先去啊，好，顺行呢。顺行哦，徛有才过来啦，吼。唉，看到一个错赛，搁来一个闪流。杨梅啊，以后了的哦，甲顶落完，凊彩应付就好啦，莫有影响哦其他人客，知无？你用讲的较简单啦，人客也毋是你咧接的。好啦，我会尽量按来啦。这我都是你甲我讲，我来去处理。我先过啊。baby 啊。是哦。啊，你今日过来慢跑。那你是了，咱慢慢跑。啊，伊送我嘛，迄惊到，我某也毋知影。安尼遮全遮个爽爽。哦。哎，怎么是？哎，还我哋广播买鱼啊，等伊啊。啊，你搁无用哦。我先做唔当做啊。你无用，你无用。我进来，我进来。小罗，好，老三这边再过来咧啊。好。
一礼拜连续风开3场，连一个影都无看的。迄外口的人拢若总咱是咧演警匪片的呢。欢迎光临。小梅，你的面是安怎？敢若手艺有鬼拍着安尼青顺顺安尼。人家讲假心都有假所在，假地方都是爱所在。月光花花，漫山遍野，虽然甜，不心真爱。不想一条线在电机当爱心，这门不爱行起来。人海啊，做恋爱悠悠通通，现现做地轻爱入光。困电机任来任往的出戏，伊三人爱还在你俩，笑来笑往加油爱两万行，一生沿路爱行下顶。用伴来多爱心度，花开花落春去春又来，虽然老奈假心对戏，亲